各位觀眾大家好，荃灣區租盤最近好渴市，連曾經發生不幸事故的凶宅租金都升到接近正常單位水平。最近有一單個案特別引起注意，荃灣愉景新城一個曾發生吊頸自殺事故的單位，獲一對韓國教徒夫婦以每月1.55萬元承租，尺租接近33元，較舊租金勁升23%。呢個單位究竟係點樣嘅情況？過去凶宅租金通常會比正常單位平幾多？而家點解連凶宅都租得咁貴？作為租客或者業主，又應該點樣看待呢類單位呢？我哋今日就嚟詳細講清楚，俾大家實用資訊。先講清楚呢單新聞嘅背景。愉景新城係荃灣一個大型私人屋苑，位置方便，近港鐵，商場同生活配套齊全，多年嚟都係區內受歡迎嘅租盤選擇。呢個被租出嘅單位曾經發生過吊頸自殺事故，因此被視為凶宅。根據報道，呢對韓國教徒夫婦睇樓時覺得單位冇唔舒服，最後選擇咗呢個相對平嘅單位承租，舊租金大約1.26萬元左右，而家升到1.55萬元，升幅23%。尺租已經接近同區正常單位水平，呢個現象反映咗荃灣區整體租盤供應偏緊，即使係有歷史事故嘅單位都可以租到接近市價。荃灣區租盤渴市嘅現況，近年荃灣區租賃市場持續活躍，主要原因包括港鐵便利，交通四通八達，區內有不少工廈轉型同新發展項目，吸引打工仔同家庭租客。整體香港租金指數持續上升，中小型單位需求強勁，在供應偏緊嘅情況下，好多租客選擇範圍變窄。即使係曾有事故嘅單位，只要價錢吸引，單位狀況唔差，都會有承租者。過去凶宅租金通常會比同類正常單位低20%至40%，主要因為部分租客有心理顧慮，擔心居住環境或風水問題。但而家租盤渴市，呢個折扣已經大幅收窄，甚至有個案升到接近正常水平。過去凶宅租金對比，從過往數據睇，幾年前類似凶宅單位往往要減價20%到30%先容易租出。例如荃灣中心曾有凶宅單位以較低租金租出，吸引特定租客群。但2025到2026年租市轉旺之後，凶宅折扣明顯減少。愉景新城呢單個案升幅23%，正正反映市場供不應求。即使有歷史，租客都願意接受，因為整體選擇少，而呢個單位位置同配套仍然吸引。對租客有幫助嘅實用資訊，如果你係租客，考慮凶宅時可以參考以下幾點：心理接受度，最重要係自己同家人感覺舒服。呢對韓國教徒夫婦話覺得冇唔舒服，最後選擇平啲嘅單位。唔同人有唔同信念，有人完全唔介意，有人則會避開。建議睇樓時多花時間感受單位氣氛，同家人商量清楚單位實際狀況。凶宅唔等於單位有問題，重點睇裝修、漏水、結構、安全設施等實際情況。如果單位已經還原得好，日常生活冇影響，其實影響有限。租金 YS 正常單位，而家凶宅折扣收窄，但仍然可能平少少。計算清楚自己預算同需要，如果平幾千蚊又接受到，就值得考慮。法律同披露，香港法例冇強制業主或代理必須主動披露凶宅歷史，但如果租客主動查問，代理有責任提供準確資訊。簽租約前最好問清楚單位歷史，避免之後有誤會。風水同宗教考慮，部分租客會參考風水師意見，或根據自己宗教信仰決定。呢對韓國教徒夫婦最終選擇咗呢個單位，顯示信念同實際需要可以平衡，對業主有幫助嘅實用資訊。如果你係業主，持有凶宅單位想放租，而家租市渴，凶宅都容易有承租者，
但租金可能仍然略低於正常單位。建議保持單位清潔同裝修整齊，增加吸引力。租客背景審查仍然重要，避免租霸或日後問題。如果單位有明顯歷史，透明溝通有時反而有助建立信任。香港凶宅租賃整體趨勢，近年隨住租盤供應偏緊，凶宅租金同正常單位嘅差距越來越細。部分區如荃灣、觀塘等，因為需求強，凶宅亦開始接近市價。呢個趨勢對租客嚟講，意味住選擇範圍可能更廣。即使有歷史單位都值得考慮，對業主嚟講則係一個機會。只要單位保養好，仍然可以有合理回報。總結嚟講，愉景新城呢單個案反映咗荃灣區租盤渴市嘅現實。即使係曾有不幸事故嘅單位，都可以租到接近正常水平。租客最緊要係根據自己實際需要同心理接受度作出決定，業主則要注重單位保養同透明溝通。希望呢篇整理俾大家有用嘅參考資訊。租樓係大事，無論係凶宅定正常單位，都建議多睇幾次，多問清楚，確保自己同家人住得安心。你最近有冇考慮租樓？對凶宅有咩睇法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，一齊分享經驗。多謝大家收聽，記得讚好、訂閱，我們下一集再見。